Hello， 大家好，我是易花开天的 CEO 阮瑞。大家好，我是易花开天的制片人陈威。欢迎收看今天的财富论坛节目。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鸽子的养殖经验。哎，我们还有鸽子吗？哦，不是已经放完了吗？那我们还是看下公司的介绍吧。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看过，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看过。拖更老店易花开天创立于2015年，是国产动画中经典的跳票老字号。拖得好，跳得妙，玲珑口碑，呱呱叫，专业生产，爷爷追的饭。易花开天是一家以精品原创动画作为切入点进行 IP 全产业链运营的泛娱乐公司。乘着国产动画高速发展的春风，易花开天将于隆重推出玲珑。长长的时长，香香的画面，难以忘怀的镜头，格外适合18岁以上的朋友观看。再见。嗨，瞧我这记性！更新的玲珑还请各位多多赏光，赏光地址3w.bilibili.com。这个实际上有2个大的因素吧。一个呢是从整个市场环境来说，那么这种题材的话，实际上在前几年是做不了的，因为它整个投入是比较大的。那么大的一个投入呢，它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的支撑。那么到了2017年、18年的时候呢，整个国产动画的环境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升级吧。那么在这个环境支撑下面呢，咱们有机会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呢，更多的还是去选择一个我们更擅长的一个方向，比较能够去做好的领域吧，去做一些作品带给大家一些好的体验啊。首先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没有太去考虑市场上流行什么样的一个人设风格，我们更多的考虑就是当这个人物出来的时候，他是不是更加符合我们所设计的这个世界观，符合当下的这个环境，让观众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这个故事里头，然后让我们的角色能够真正把这个世界的相对比较残酷的一面、人性的一面展示给大家，而不是单纯的被美型的外表这些东西来所被吸引。首先呢，就是很多的观众，然后挖掘出我们玲珑 PV 里的很多细节，而这些细节呢，有一些是我们早已最开始料想到的，还有一些细节呢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期的。然后他们的有一些想法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但是我们整个玲珑的世界观是在制作之初就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架构，同时呢，剧情也是会按照我们所设想的一个轨迹来进行拍摄，所以观众有一些想法呢，可能在我们实际的制作过程中，我们也许不太可能都会放到影片里头，但是我们可能会把一些比较特别精彩的一些小点，会放在影片的一些细小的细节当中，也是希望未来观众呢，可能在观看我们影片的过程中，能够踊跃的去挖掘我们所埋的一些彩蛋也好啊，或者一些有关世界观的这种信息也好啊，希望他们能够跟制作组一起去参与到这个构建玲珑世界的这么一个乐趣当中。那实际上这个 PV 我们是有做了3版文案。前面2版呢都是相对比较直白的。那么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做我们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后来觉得呢，缺少一点人性的东西，缺少一点可以大家去玩味的东西啊，然后我们就换了第3个方案。那么实际上第3个方案的话呢，我们刻意设置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跳跃的一个桥段啊，就是在亲吻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也想看一下啊，就是在国内观众的这个分布里边，理性的观众和感性的观众，它的配比是怎么样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理性观众看这个片子呢，他会着重去思考逻辑，认不认识？哎，他不认识为什么要可以亲亲呢？对吧？啊，然后这个他在干嘛？对吧？这个是他会去思考这种逻辑的传承是不是够严密？那么这是理性观众的一个，当然很多观众呢也提出一个质疑，说我觉得这不舒服，对吧？我觉得很尬。啊，这个我们也很理解，因为我知道我们也预料到了会有这一部分观众他是有这种感受的，没问题。那么另一部分感性的观众呢，可能女性观众会偏多一点啊。
就这些观众呢，他会觉得在这样一个末日的环境里边，这么绝望的一个环境里边，那么这个男主给到这个给到这个女孩最后的一个末日的安慰是 OK 的。那么可能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就是会做这样的事情。反正最后我们也交代了，这个女孩最后倒下了，对吧？那么所以说呢，实际上还确实是一个这个末日的一个安慰啊。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我们觉得呢，对观众进行一个探索吧，对观众的需求进行一个探索，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啊。实际上这个事情这样的，首先从我们的本身来讲，我们肯定不希望延期的。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可以沟通一个细节啊，就是实际上按照既定时间来做的话，我们的成本预算是可控的。每拖一天，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要多花1天的成本，让所有团队去集中，所有的人一起去做这么同一件事情。那么对于从公司正常运作来讲的话，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对吧？所以说从基本愿望上面来讲，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去拖更的动力的。我们肯定是希望快马加鞭的把这个东西恨不得还压缩周期做完。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本身来讲是 OK 的。保质保量，对吧？然后我又能压缩周期，那么我们的成本还可以再少一点，那么我们的收入压力还会更低一点。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对吧？那么为什么会拖更呢？这个还是源于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目标的问题，就是一化开天的定位，它本身就是一个我们要去坚持一个精品道路的这么一个方向啊。那么在这个方向上面呢，哪怕我们去可能付出更多一些或者说在我们的能力承受范围之内吧，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特别是至少是我们自己能够认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才愿意把它拿出来给观众去看。那么也希望呢，我们的这种精神能够在观众能够在影片里面能够感受到啊，可能去稍微理解一下我们的一些难处吧。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和我们的整个创始团队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序列或者经验是有一定关系的，或者人生的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实际上我自己个人呢，我是4岁就学音乐。学了大概将近12年的时间，主要是以钢琴的这个演奏为主，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杨老师呢，就杨明英老师，就是一直和我们合作的杨明英老师呢，他最厉害的地方呢，实际上是他可以用旋律来精确地描述某种情绪和氛围。那么作为一个动画片的音乐，或者说这个动画剧的音乐来讲的话，核心的一个要点就是你的音乐能否传达出精准的情绪。那么我们觉得呢，目前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做到是我们自己满意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的毕竟是一个公众类产品嘛，对吧？它是要去公众去评判啊，或者说欣赏的这种类型的这个作品。那么这种作品呢，就肯定会面对有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啊，这个我们是非常的 OK 的。那么同时呢，一些反面的意见呢，往往也会让我们去发现我们的一些不足和一些缺陷。对吧？包括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那么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是团队成长所必须的一个推动力。那但是我希望呢，就大家最好是能够这个理性的分析，是吧？友善的讨论啊，尽量不要上火就好。众所周知，6月番是春季番啊，这个据说天气还是蛮凉爽的嘛。真的是纯国产的吗？太厉害了！厉害不敢当，国人当自强。没有玲珑看，我要死了，啊，这个我们看的比较多啊。这个我有复活药啊，复活药就是一个 B 站的大会员嘛，就可以换了。延期就是等待更多的未成年观众成年。聪明，每集能超过20分钟，我就直播粪池潜泳啊，还是潜泳哈，勇气可嘉啊。这个粪池和相机我们都准备好了，就在公司附近啊，身份证发给我了，我给你订机票，好吧？拖更一时爽，一直拖更一直爽。哎，你还别说，哭着往篝火里扔钱的感觉很爽。瞧瞧我刷到了什么宝贝啊？那点个追番，这宝贝就是你的啦。我只想知道我家孩子出生前，我能不能看见第1集？预产期是几月来着？我觉得应该可以了吧。银发是我的了啊，不接受反驳。还有那个机械面具的女指挥官啊，这个行啊，那就未来手办一样来一个嘛啊，会有手办的。当时那段我的反应更大，直接暂停，扭头无眼怀疑人生，最后说了句：“一华，你可真会玩。”哥们儿，你说的是哪一段啊？那么我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作为马克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标准的混血，
然后呢，他的父亲是一个东方人，他的母亲是一个西方人，或者说我们所说的外国人。那么实际上呢，在玲珑的这个世界里边呢，它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一个末日世界，而且是一个末日之后几十年很久的一个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边的话呢，已经是一个文化和人种已经融合的这么样一个世界里边。那么在这个世界里边的话呢，这个我们不会去特别强调是什么样的一个肤色呀，或者什么样一个国籍那么我们希望呢，在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里面，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感和寻找希望的这种推动力，来去把它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在17分钟的 PV 里边那么这把手枪呢，在它的这个前面探索阶段是够用的，对吧？后面大家也看到了，是吧？所以它肯定是也是虽然说不太够用，但它自己有别的方法目前怪兽呢，我们已经设计了70-80个。然后真正在正片里头出现的怪兽呢，我们是经过筛选的，我们一定会选择符合这一场这个情绪下的最精准的那个怪兽造型来演绎这一场比较危险或者是激烈的这种故事，所以或者恐怖的，或者恐怖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还是从他的演唱的风格来看。那么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也已经听到了。那么作为张靓颖的这种声线呢，我们也觉得比较适合展现这种相对成熟一点的女性在绝望中或者在末日环境里面的她的这种声线的一些情绪感这个是我们觉得比较符合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选择张靓颖的一个核心原因。实际上我是这种感觉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呢，这个感觉有点像高考有点像高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确实复习了很多，是吧？也花了很多精力也熬夜了，也复习了，也做了很多题。那么不到这个考场上做到那一刻，把卷子翻开，你也不知道这个题目你复习过没有他会不会做，你能考多少分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呢，这个也希望吧，就是在片子上线之后，大家能感受到我们前面做的这些准备是做了很多努力的。希望大家在片子里面能够感受到就是这种匠心、投入、专注的这种氛围吧。总之，我们会非常努力的来对影片进行制作，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玲珑这个项目。欢迎大家踊跃的给我们提相关的建议和意见。好，谢谢大家。实际上最早呢是B 站这边呢和我们去进行了一轮沟通，就是关于是否有可能去开发这个《三体》的动画剧。最早实际上刚开始我们听到这个事情，包括我自己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都是比较犹豫的。首先主要还是因为呢，《三体》这个 IP 的分量是非常大的，应该说它是目前来讲会影响到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吧的科幻的格局的一部作品。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宏大的背景之下呢，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把它做好？不让广大的书迷也好或者说这个期待《三体》的这个影迷也好的一个不辜负他们的期待，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事情。那么好在呢，就是在玲珑的这个玲珑的制作过程中呢，我们把整个的这个高品质的科幻动画剧的这条路呢，已经进行了一定的这个探索吧。那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呢，我们也觉得说，如果说在有更好的一个市场环境去支撑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还是有可能去把它展现给观众的。那么我们只能说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一如既往的，就像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 IP 一样去对待《三体》，来把它完善的去做一个整体体现在观众的面前。那么目前呢，《三体》呢是处在剧本创作阶段。那么作为一部已经有文学小说的这个 IP 呢，它把它转换到一个电视剧的或者说动画剧的一个形式上面来，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加工的那么主要还是在它的这个核心冲突处理以及人物命运上面，怎么样能够让它去更有节奏的展现给观众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问题。那么大家应该也刚刚看过，就是《三体》的一个概念 PV 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内容呢，并不代表说我们最后要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首先，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3D 动画，而概念 PV 呢，它是一个比较2D 的一个平面的一个 PV。那么这个 PV 的作用是什么？作用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三体》这部 IP， 再把它变成一个音像化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它的综合感受是什么样的？包括音乐，包括这个画面。包括这个色彩氛围，它组合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综合感受
那么这个也拿出来呢，也是希望呢能够和大家粉丝们一起探讨一下，或者说我们也了解一下大家对于目前这个定位的感受是否符合你们的心目中的三体。